今天来市里杀牛，城里的人也知道草原上的溜的牛健康，特邀我来给他们送一头牛来。牛5年了，一会儿让大家看看我们草原上的黄标牛肉。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，这个牛的肉哪块都好。大哥都把牛蹄留下，是我们草原上的正宗的黄标牛肉。多好！看那个肉还跳呢，你看那个肉，它真的。这块给你啊。就牛都没了。那牛拿一块，牛拿个牛腱。对，牛蹄子大哥留下了。对。那块叫啥东西？这块14.9，牛骨头。22斤的肉拼成啊，46，3斤半，500多斤的大牛，转眼之间就抢没了，就剩这点儿，回家我撂风干肉了。哇，这个大扣腿肉，这个回家撂风干肉。